三殿下，看看他怎么样了。啊，是。回殿下，郡主是中毒了。中毒？只是采莲，啊，你先伺候你家小姐，随本王来。小姐，还不明白？你只要记得，此毒只有虎瞳可解。怎么？本殿下说的解毒之法，你不懂吗？是，草民懂得，懂得。殿下这是何意？我想要的，就绝不允许落入他人之手。去找冯世道，让他想办法将月儿需要虎瞳解毒的消息告知采莲。只要采莲知道了，其他人自然就知道了。殿下，你是想瓮中捉鳖？此处是一处洼地，只能做疏导，别无他法。洼地周围更是山林围绕，若有将士不熟悉地形者，一旦进入，即刻形成包围局面，毫无逃脱办法。杜大人，你话中有话。凤凰关意在困住敌人，关门打狗而已。主子，郡主中毒了！什么？快去看看！你确定大夫说要虎瞳才能解毒？采莲告诉我的，说是必须用凤凰关独有的中瞳五虎瞳才能有效。主子，不如让我去。随我进山。是。中计了，小心。主子，你是怎么看护公子的？公子出了差错，我饶不了你。贤哥，这件事情是我不对，是我一心只顾着找虎瞳，太大意了。天下就没有这样的解药，谁告诉你郡主中毒的？愚蠢至极！走。采莲，采莲，小姐，小姐，你可算是醒了，你吓死奴婢了！发生什么事了？你误碰了毒草，中了毒，不过大夫已经给你解毒了。你还有哪儿不舒服吗？本来想去帮忙的，结果变成添乱了。那我先去给你倒杯水，
医师啊，三皇子殿下目前情况怎么样啊？三殿下未落入虎口被其果腹，还弯下胡同归来，已然是天大的奇迹。如今他内伤过重，经脉俱损，恐怕要好好休养些时日才是了。哎呀，这三皇子殿下也是为了不让郡主为他担心呐，才命令我等隐瞒此事。这眼下恐怕是瞒不住了呀。什么意思啊？三殿下他怎么了？快说呀！此事也怪在下忙中疏漏，忘记事先提醒，害得郡主误采了与还魂草极为相似的黄甘草，并被其剧毒的芒刺所伤啊。郡主被人送下山时，毒性已经发作。三殿下得知唯有虎瞳入药，方可以解此剧毒。明知那中童虎凶残食人，还是不惜自己性命前往虎山，回来时已经身负重伤啊。哎呀，这三皇子殿下此举实在是太傻了呀！你怎么样了？为什么要瞒着我？月儿，我刚才做了一个梦，梦里我们正在拜堂成亲，你一身红衣，凤冠霞帔，美得不可方物，人人都羡慕我叶天意迎娶的妻子是如此美丽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为了心爱的人付出性命，我心甘情愿，也甘之如饴。我不值得你这样对我。你值得，你是我心中挚爱之人，即便在越期多年，也不曾从我心中离开片刻。慢点。要叫大夫吗？无碍的，月儿，我只希望岁月不要薄待了我，能全了我心中一直的心愿。月儿，在凤凰关的最后这几日，你可以陪在我身边吗？我会等你的，但不会逼你。你若答应，我自然高兴。你若不答应，我一定会尊重你的选择，绝对不允许任何人胁迫你、指责你。好，我答应你，这段时间我会在你身边照顾你。月儿，有你陪在身边，真好。上官，你轻点儿。他是故意的。世子既然如此明白，
又怎会落入别人的圈套呢？关心则乱。云郡主中毒了，中了什么毒？在何处中的毒？你都不问问清楚就贸然前往，如此冲动，我看啊，你以后离他远些吧。他无事便好，寻找虎童的事情，不要跟任何人提起。都怪我大嘴巴，险些害了主子。但采莲定是担心郡主，并非故意误导。这些天我会盯着你，省得你一步错，步步错。顾娇的住处找到了吗？有些眉目了。贤哥，主子，我想出去走走。早点休息。是。主子，你慢点。哇，这个簪子真好看。拓跋公主头上的这只碧钿蝴蝶簪是咱们娘娘初进宫那年陛下赏赐的，娘娘最为珍爱。可是连云郡主和青暖公主都没舍得送呢，连我和月姐姐都舍不得送。母后，您就不怕我们私底下说您偏心啊？你性子沉静，浅月又是个跳脱的。这只蝴蝶簪戴在拓跋公主的头上，蝶翼翩跹似动，才最能显出你的活泼灵动，煞是好看。皇后娘娘送我这么珍贵的礼物，我日后一定会好好珍藏的。傻孩子，珍藏起来做什么？既然喜欢，便要多带出来。过来，常带出来，也让清冉看看。公子果然好胆识，柳姑娘更是厉害，放弃了帝都的锦衣玉食，跑到这穷乡僻壤为我演奏一曲。我若还假装听不见的话，岂不是辜负了你？明人不说暗话，我的确是在等你。想来是和三殿下有关。跟聪明人谈话，就连闲谈都是乐趣。不错。我受秦相之托，暗自追随景世子与三殿下。丞相要查三殿下。朝廷镇粮一事，我已派人暗中调查，果然发现了些蛛丝马迹。朝廷每年都会下发大量的赈灾粮饷，可这些粮饷入关之后，却都销声匿迹，不翼而飞了。那是因为叶天意要用这笔钱，他在此地招兵买马，已经有些时日了。柳姑娘为丞相做事，又已经将这凤凰关的内幕查得一清二楚。你不就此告知丞相，却为何和我暗中联络呢？那是因为我不但知道叶天意的狼子野心，我还知道景世子一直在调查当年慕容府的冤案。你怎么知道？家父与慕容将军曾是故交。故交。不瞒你说，家父当年是齐国的丞相，小女真名玉洛瑶。当年天圣灭齐之后，我们玉府满门遭害，唯独我和父亲幸免于难。
父亲带我隐姓埋名，为报当年灭国之仇。家父离世后，我遵从父命，接管了他一手创立的墨阁，化名柳茵茵，蛰伏于京中，收集情报，一心为加剧天圣皇子之间的储位之争，从而引发朝局动乱。齐国被灭之后，家父和令尊可还有往来？他们当年在齐国号称文武双绝，二人情同手足。后来，慕容将军投靠了天圣皇帝，家父并没有怨恨，甚至在其遭遇不幸之时还出手营救，可是连尸骨都没有带回来。家父为此耿耿于怀，2年后郁郁而终。姑娘的一面之词，在下确实不敢轻言相信。我想，丞相之所以如此重用姑娘，也是因为你手中的墨阁。一心能事二主，难免也会有其他人。世子身居高位，一生荣华，可还心心念念着当年慕容府的冤案，可见心里还是把自己当作是齐人。我之所以投靠秦相，是看中他与冷王爷所支持的党派之争，可以加剧皇子之间的内斗，从而削弱天圣的国力。家父临终前曾告诉我，墨阁无主，除非此人是慕容将军的长子。这是墨阁阁主的信物，望景世子助我一臂之力。在下只负责查案，不想卷入什么纷争。我查此案虽藏有私心，可到底还是不忍百姓们流离失所，白白送死。话虽如此，可这天下之大，流离失所的百姓又何止这些？世子若真的心怀天下，就应当做自己该做之事。姑娘这是何意？替慕容家翻案，我们便有共同的敌人。我只是想替慕容家查明冤案，并不想卷入天下的纷争。更何况，我是天圣的景世子，所以我好言奉劝你一句：不要因为一时执念而惹祸上身。小姐，这都走了好几圈了，你想到要去哪儿了吗？不知道，我就想随便走走，闷得慌。小姐这针法尽意了，只是这绣的是鸟还是人呢？这个呀，叫丘比特。跟你们这儿的月老差不多一个意思。那不就是月老小时候吗？那小姐是准备自用呢，还是打算送给谁啊？景世子，还是三殿下？小姐明明不喜欢三殿下，为何要如此委屈自己？三殿下他舍命救我，我欠了他一个大恩情。可是小姐心仪之人是景世子啊！小姐下雨了，快跑！景世子，下雨了，这把伞拿去吧。还有这把折扇，日后定当有用。那个好像是柳茵茵姑娘，她怎么会在这儿？对呀，她怎么会在这儿？男人果然都是大猪蹄子。哎，小姐，为什么是猪蹄啊？
什么事啊？这么慌慌张张的。小姐，咱们还是赶紧离开这儿吧。听说灾民区闹瘟疫了，闹得可严重了。真的假的？这话可不能乱传啊！一不小心全城恐慌，可是要出大乱子的。可是已经闹得人心惶惶了，这可是出人命的，咱们还是赶紧逃命吧。我先去看看，你在这等我。哎，小姐。哎，我听说灾民区闹瘟疫了，真的假的？没有听说呀。哦，你们平时一定要多晾衣晒被，还有用过的锅碗瓢盆一定要用沸水煮过之后才可以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谢谢郡主。洪灾过后水源不洁，我们可以用竹炭来过滤生水，可以杀菌抑菌。还有，这次大水一定淹死了很多牲畜。东汉医圣有所记，凡肉中有蛛点者，不可食之。不仅不能吃，而且还要找到一个远离人烟的郊外，挖坑掩埋，并且在这些牲畜的尸体上撒上生石灰，以免扩散。哎呀，多谢云郡主。郡主，您不仅菩萨心肠，而且冰雪聪明，还顶顶能干，是吧？就是啊，是啊，要不是有郡主体恤帮忙，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是啊，就是啊，各位，以前呢，听别人说郡主啊就是个纨绔的草包，嘿嘿。哎呀，这绝对是有人污蔑、造谣。哎，对，没想到我纨绔的大名都传到凤凰关来了。没有，郡主您啊，就是我们救苦救难的活菩萨。真是活菩萨，活菩萨。郡主，那个我们自己来吧，您歇着。你们都乘点回去吧。哎，好，您休息吧。啊，郡主慢走。好嘞。景世子是视察工作，还是探望灾情啊？只是来看一看，没想到郡主还挺厉害的。哼，这算是夸我吗？既然如此，今后赈灾济贫的事情就都交给郡主，我也好休养几日，清静一些。哎，主子！哼，这是我云浅月城堡的地盘，到这儿来的人必须要先用竹炭过滤的水消毒，这也是为了景世子好。大家听好了，一会儿我们要多建点房屋，不要怕耗材。景世子可是天圣首富，这钱他包了。好啊！谢谢。真没想到，景世子居然不信我们。他不是不信，而是不肯。属下不明白。看样子，他还是放不下那个云府的郡主。阁主准许，我带几个人除之后快。那可不行。既然景世子不想他参与凤凰关的纷争，那我们就要给这个郡主指一条明路。几日不见，我还以为世子搬出去了呢，没想到啊，你还在府上。你一个姑娘家的，整日盯着本世子做什么呀？若是如此得空，还不如在房间多绣几朵桃花，早日将自己嫁出去才是。谁盯着你了？我们家平白无故多了你这个外男，整日在我们府上乱窜。若是传出去，你让我们云府这些待嫁的姑娘该如何自处？你知不知道，这女子的名声在天上可是天大的事儿。大不了我全娶回南梁去，但是除了你，南陵睿，你就是个吃闲饭的，整日在我们府上混吃混喝。我若不是为了浅月，我早住皇宫去了。哼，你这么能耐，你倒是去啊！光嘴上说说，我也会。说不出来吧？说不出来就对了。无聊，哼。南梁世子南陵睿，拜见皇上。
朕听闻世子素喜游历天下，不知在我天圣有何美景可入世子之眼呢？其实早在前几日，本王便已到达了天圣，游历一番，发现这天圣确实有一样东西绊住了我的脚，叫我走也不是，不走也不是。是何物？美人。谁家的姑娘？朕为你指婚便是。多谢皇上美意，不过在下还是希望两情相悦。若是盲婚哑嫁，这倒是不美了。说得好，果然风流出少年呐！朕心急了。世子远道而来，那就在宫中多住些日子吧，让朕的四皇子陪你，他最喜欢结交朋友。没准住得久了，有更美的姑娘出现呢。那就多谢皇上。这天圣的皇帝还真是喜欢把客人留在宫里住啊。世子说笑了，这驿站怎比宫里啊？皇上也是担心，也怕怠慢了众位宾客。哎，世子，要不要我差人把你的行李打点一下？住哪间客栈呢？不用，我这个人啊，除了钱袋子以外，剩下的所有东西都不重要。对了，吴公公，月齐的拓跋公主住在哪个店呢？哦，世子，您的寝宫就在前面了，请。儿臣参见母后。快起来。你怎么在这儿？哥哥真是见外，媳妇儿见婆婆，这不是早晚的事儿吗？是啊，你这孩子说话可不能这么没遮没拦的。叶倩来看我，你也不跟着点儿。最近一直在替父皇看奏折，没时间。又熬了一夜吧？你懂事上进，懂得替你父皇分担，这固然是好，可也别熬垮了身子。母后说的是。何况除了政务，你也该对自己的大事上上心了。拓跋公主乖巧伶俐，很是投我的缘。你们的婚帖我已经看过了，八字相合，天造地设，这真是一桩再也美满不过的姻缘。过了这儿就是皇宫的御花园了。我跟你说，哇，你看那边好多蝴蝶啊！看这个蝴蝶也这么稀奇？我们乐器没有这种颜色的蝴蝶，人家觉得很好奇嘛。那你赶快去看，看个够。好啊。哥哥今天都没有怎么笑过。有什么值得我笑的呀？唉，好久没见到浅月了。他这次和三皇兄去凤凰关，看来记忆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。只是可惜啊，三皇兄都有主了。小丫头和三哥不是那种关系，你别以讹传讹。反正啊，你和浅月是没缘也没分。你可真是我的好妹妹啊！伤口上撒盐的功夫，可真是到位。不一针见血，怎么帮哥哥治愈伤口啊？我、浅月还有哥哥你，咱们仨从小一块儿长大，这么多年，浅月一直拿你当最好的朋友，对你根本就没有半分的男女心思。有些感情，不是说收回来就能收回来的。有些事情，也不是说你想得到就能得到的。哥，眼前人不在远方。哥，其实你所追求的未必就适合你，你何不看看为你真心付出的人呢？半生爱恋，倾注一人，哪有那么容易啊？叶倩，
乱世子，怎么是你啊？缠着你啊？缠着我？是吗？你们大婚在即，他看上去很快乐，不是吗？他这么单纯，哥哥忍心毁掉他的快乐吗？我不爱他，以后也会一直如此。那又如何？哥哥注定不是平凡之人，薄情寡义一些，才能断舍离，不妄动，不执着。青暖，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？四殿下，竟然！南陵瑞，真是冤家路窄啊！四殿下，好久不见，人家想你可是想得紧呐。可惜啊，本王根本不想看到你。没关系，本世子想你就行了。你们俩什么时候是这种关系了？哥，你们认识啊？南梁世子嘛，论起风流，天下第一。人生苦短，何为不虚度？当然是及时行乐了。哎，你来天社干嘛？找浅月啊？是，也不是。我管你是不是，他已经有心上人了，你呢已经没有希望了，所以赶紧走吧，省得看见一对璧人暗自伤心了。天涯何处无芳草，既然浅月芳心已属，那么我也该追求自己的幸福，不是吗？你要是敢欺负青暖，我打你啊！哦，原来是青暖公主啊！在下南梁世子南陵瑞，方才多有冒犯，还请见谅。告辞。他真是皮痒。那你打他呀？关你什么事儿啊？你根本打不过吧？你个死拖把！我放虫咬你啊！放啊你烂拖把！当初也不知道是再说一遍你就好了。哼，真是一对欢喜冤家。还有谁没有馒头啊？来，谢谢，多吃点。谢谢郡主。来，谢谢郡主。拿着。谢谢郡主。小朋友，你怎么会有一根彩色的羽毛？阿爹给的，说林子里有神鸟，捡到彩色羽毛便会庇护我们。啊？难道是凤凰、神鸟？那你阿爹有没有说这个神鸟在哪儿？白头峰神鸟洞。怎么过去啊？好，知道了，来，都给你了，谢谢。谢谢姐姐。小妹妹，这是给你的糖。谢谢哥哥。乖啊。这扇子主子看了许久，想必很喜欢啦。去拿一盆盐水来。是。主子，这是什么山水图啊？凤凰，这世上真的有凤凰吗？啊，神鸟啊神鸟，你到底在哪儿啊？哎呀，可累死我了！哎呀，
也不知道那个神鸟，它是不是凤凰？哎，真是……啊！神鸟洞！你怎么在这儿？别出声。为什么？除非郡主不想活命。这是粮草，难怪朝廷发下的赈灾粮总是不够。我得去查查，到底谁在搞鬼。这件事情我会查清楚，郡主还是不要插手了。你要查是你的事，与我无关；我要做什么是我的事，也与你无关。这里守卫森严，郡主执意要插手的话，只会成为累赘。凭什么你觉得我会成为累赘啊？没有你，我也一样进得去。哼！这是什么地方啊？怎么会有这么多兵器啊？哇，这么多银子，还有这么多武器，这些人想干嘛呀？又是这朵兰花。郡主认得这个标志？这是兰家的图腾，我之前去摩天崖的时候见过一次。好像望春楼大火那天，那个厢房门口也有这朵兰花。兰家家主近在眼前，郡主难道真的不知道他是为谁效忠的吗？是他。那望春楼大火也是他干的。眼下郡主安全离开凤凰关比什么都重要。不对，望春楼大火那天，你是不是也在？郡主想多了，那时我怎么会在场？你骗人！我明明记得有一个白衣男子将我抱出火海，明明就是你。你受伤了，让我看一下。晚，郡主，现在凤凰关岌岌可危，风声鹤唳。郡主若真不想连累云家一起遭殃的话，我劝你还是先行离开为好。你的意思是，有人要谋反？是叶天意。叶天意，我们兰家这么多兄弟的性命就比不上一个女人吗？我们兰家是为了辅佐你的大业，才一心一意的为你卖命。你说要利用虎瞳杀荣景，我派出去那么多弟兄，可我等到的却是他们的尸体，而你只是想要云浅月这个人。你说的都对。既然都知道，为何还要这么做？因为非他不可。云氏嫡女必为后，这是祖训。他是我成就大业的必须之人。那我们兰家呢？我凭什么让他们相信我？凭什么让他们觉得付出性命都值得？兰家名震江湖，却甘愿成为我的影子，我又岂会不知？你们是我唯一的、最重要的，也是最信任的心腹。他们牺牲，我与你一样痛心。
但这是通往帝王之路的必经过程。待他日，我站在山巅，兰家便是最大的功臣。我也必定会以御林军之礼相待。今日他们付出的，将来我必定会百倍奉还。何以为证？兰家之花在我心，你不忘，我便永不相负。